小小来散步，新竹好佚佗。这清华大学针对着大新竹地区呢，设计出一套散步 App， 内面包括着这旧城区、竹北、北部、尖石等等的地区，用科技带路的方式，民众透过这 App 的指示，就当规划这散步的路线，而且有资料跳出来，会当看到在地文化甲历史。民众趁休困来爬山、运动流汗，感觉真爽快。清华大学团队特别针对大新竹地区设计出一套散步 APP， 内底唔但规划大新竹地区散步路线，还有当地文化历史解说。它可以透过它能够到达我们想要介绍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地景。那像在我们学校里面，我们其实就设定了20个学生新生一定要知道的这一个很重要的学校的建筑物跟历史建筑。那希望就是说，透过这样子一个城市的方式，能够让新生很快速的了解这个学校的历史文化。北部乡乡长指出，一般民众来到当地佚佗，想到的拢是北部老街，其实北部还有其他真侪好耍的所在。期待未来透过散步 APP， 会当让更加侪人来林北北部。也针对我们周边的几个步道的部分可以做一个串联。那希望未来这个 App 建设可以更完整，那让我们的游客到北埔之后，不是只有北埔老街，那周边的相关的一些步道登山步道都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去看。那也可以更了解我们北埔的相关的历史文化跟资源。平常在工作之余，比如说假日带着他的小朋友或是家人，距离在20分钟车程的这个北埔乡，就可以来参访这么美的农村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，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有这样子的 App 开发。目前散步 APP 是以新竹市旧城区、竹北东海、北部、峨眉以及尖石规划出5条散步路线，未来会继续帮大新竹16个乡镇完成散步路线的建制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